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睇阿峰嘅頻道。今朝早咧有一個觀眾朋友緊急致電 call 阿峰啊，阿峰，喂，阿峰仔啊，我大概咧而家有150萬嘅一個 budget 啦，我想喺中山或者咧喺珠海揾一個啱自己嘅一個樓盤啦。首先要咧交通方面啦，配套成熟啦，最後咧落樓乜嘢都有得食嘅呢一種屋苑啦，最緊要咧價錢有優惠。阿峰咧首先就將呢一個範圍咧直接咧鎖定喺我哋嘅坦洲啦，因為點解咧？喺坦洲呢一個位置咧，生活嘅成本啦會比我哋嘅珠海咧起碼要平咗一半左右啦。我先從樓價開始講啦，價錢咧會比翻我哋嘅珠海咧平咗1/3左右，差唔多一半以上噶啦。可能喺珠海200-300萬都未必可能咧會買得到1000尺嘅單位，但係咧我哋喺坦洲咧用翻一半嘅價錢啦，就可以享受到1000尺以上嘅一個豪宅單位啦。同時咧，我哋可以享受到雙城嘅一個配套。喺坦洲啦，無論你喺生活成本啦，抑或是周邊嘅呢一啲配套咧，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今期咧，阿峰咧就從成個坦洲啦，篩選4大金剛，同大家去分析一個4個樓盤嘅優勢，同埋咧佢整體嘅呢一啲周邊嘅環境同埋配套啦。我認為咧呢4個樓盤亦都係值得大家去一睇嘅。就係我哋嘅裕豐名門啦，以及咧我哋嘅中國春城、錦繡國際花城咧，以及我哋嘅日進半島啦。OK， 話不囉嗦，跟住阿峰嘅鏡頭即刻出發。第一站咧嚟到我哋裕豐名門嘅樓王單位啦，位於11棟嘅。我同大家推薦翻我哋119平方01同埋02嘅呢一個戶型鏡像嘅戶型啦。佢嘅 total 嘅總價咧，亦都係150萬左右嘅。01同埋02點樣去作為選擇咧？嗱，一眼就可以睇得到，我哋肯定會選擇翻02咧，會更加之好啦。因為咧，我哋嘅出邊嘅呢一條嘅空間咧，會更加之豐富啦。即係我哋可以將我哋外置嘅鞋櫃咧，set 喺出邊咧，亦都係冇問題嘅。就先睇下佢示範單位嘅部分啦。點解第一站嚟到我哋嘅裕豐名門啦？喺我哋坦洲大道咧收線完整之後咧，首先享受到交通配套咧，就係我哋嘅裕豐名門啦嘛。可以見到咧，佢呢一個戶型嘅贈送面積咧，非常之多啊！門口咧已經有3個平方嘅一個積數啦，去作為我哋嘅入戶空間啦，已經係贈送到俾我哋嘅啦。左手邊咧，亦都係提供翻我哋鞋櫃嘅一個整體嘅位置咧，俾我哋去使用。入門口咧就係屬於佢贈送嘅一個入戶花園嘅整體設計啦。嗱，門口送咗3個方，呢度咧仲有5個方咧，亦都係屬於贈送嘅面積。同時咧，亦都係擁有翻唔遜色嘅一個整體嘅採光面啦。示範單位咧就將呢一間房間啦，作為我哋嘅健身房啦，或者係瑜伽房嘅整體嘅一個使用場景啦。後期點樣去改造，任大家去發揮啦。門口咧已經係屬到8個平方嘅整體嘅空間啦。嗱，由呢一條線以外咧，先係你整體一個套內嘅空間啦。呢一個戶型咧，佢改動咧亦都頗為之多。首先第一個點咧就係佢嘅廚房部分。廚房到時正常交付嗰陣時咧，亦都係一個獨立嘅梗廚嚟嘅。佢就將廚房整體咧作為一個改動，做咗一個非常之長條形嘅一個整體嘅廚房啦。到時正常交付亦都係個老派嘅3味嘢啦。抽油煙機啦、煮食爐啦、燒爐碗櫃全部都係有翻嘅。到時抽拉式嘅水龍頭啦，搭配住我哋一個2線非常之大嘅整體嘅採光面咧，亦都係屬於佢交樓嘅標準。雙開門嘅一個雪櫃位置咧，就喺呢一度啦。佢改完之後咧，其實佢整體嘅呢一種儲存個空間啦，亦都係比較之豐富啦。同時改完之後咧，令到我哋咧成個廳堂嘅感受咧，亦都係得到咗非常之多嘅一個提升啦。就先睇佢餐廳嘅部分。餐台咧容納4到6個人啦，輕輕鬆鬆啦，長台、圓台各任大家自由發揮啦。佢改動嘅第2個點咧，就係我哋整體嘅露台部分啦。裕豐其實呢一啲面積嚟講咧，佢賣得比較火爆嘅原因係咩咧？係因為咧裕豐嘅實用咧係真係非常之高，可以做到125% 嘅一種整體嘅一種實用率啦。裕豐喺偷面積呢一方面嘅技術咧係非常之強大嘅，基本上咧可以偷俾你、贈送俾你嘅，全部都係送晒。呢一個戶型咧，由門口到我哋露台嘅一個整體嘅進深咧，去做到11米，係啦，11米整體一個進深啦。劉翔可以喺呢一度起飛跑步噶啦，整體嘅一個進深咧非常之舒服啦。嚟到我哋整體嘅第2個改動嘅地方就係佢嘅一個露台啦。到時正常交付嗰陣時咧，呢度係有翻佢嘅一個玻璃趟門咧係進行交付嘅。同時咧亦都係可以延伸翻仿住我哋開發商啦，作為一個風窗嘅設計。哇！我哋成個廳堂嘅感官咧完全放大晒。我哋11座咧係位於樓王嘅一個設計啦，主露台咧朝翻我哋嘅東南向。位於樓王嘅好處
係咩呢？無論我哋係東南向，抑或是係北向呢，望翻個景觀面呢，全部都係我哋嘅自己一個園林景觀啦。現時咧，我哋位於7樓嘅一個位置，其實揀翻7樓呢，亦都係會高過我哋整體嘅一個小區園林嘅呢一啲樹木啦，亦都係唔會話有太大嘅感官影響啦，以及咧我哋一個採光嘅影響嘅。所以咧，樓王嘅好處咧，亦都係頗為之多。咁啊，現時佢嘅一個均價咧，大概係12700蚊左右。咁啊 ，total 嘅總價咧150萬左右咧，呢一個單位咧，大家亦都可以上車啦。同時咧，佢亦都係一個現樓嘅單位咧，即買就即刻可以入住啦。呢個咧就屬於佢第3個改動嘅地方，就屬於第2間房間。咁第2間房間咧，佢就斬咗一半，咁啊，但係佢就拆到嚟呢一度咧，整成一個半開放式嘅一個工作室啦，或者係書房嘅整體咁樣一個設計啦。咁啊，其實呢間房間咧嘅空間咧，亦都算比較豐富嘅。咁啊，拆除咗呢一個後邊嘅儲存嘅櫃之後咧，佢整體咧擺翻一個2米嘅大床，其實應該都係輕輕鬆鬆嘅。整體呢一間房間嘅上嚟咧，非常之強大。咁啊，同時咧，我哋御風又係第3個好處係咩咧？佢就將我哋嘅飄台咧全部剝晒。其實唔係全部剝晒，佢係可以剝嘅。不過咧，交樓嗰陣時咧就需要自己去剝翻啦。咁啊，其實剝完之後咧，我哋整體嘅呢一種實率咧，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咁啊，對面咧就係我哋公共衞生間嘅部分啦。咁啊，空間咧亦都算比較唔錯。咁啊，到時呢啲瓷磚啦黐埋上牆咧，咁啊，整體嘅呢種質感咧，亦都算做得比較靚仔。咁啊，隔離咧就屬於佢第3間房間啦。咁啊，第3間房間咧就作為兒童房去使用啦。咁啊，佢就剝除咗整體嘅飄台之後咧，伸出呢一種假榻榻米嘅設計，但係咧佢係冇搭喺飄台上邊嘅，所以咧佢整體嘅呢種空間咧，亦都算非常之實用嘅。咁啊，119嚟講咧，其實好多嘅單位戶型嚟講咧，一般兒童房都會好細嘅。其實呢一個空間啦，亦都算比較唔錯啦。咁啊，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主人套房嘅套廁空間啦。咁啊，我覺得空間亦都係算做得比較靚仔嘅一個空間。咁啊，延伸翻出邊咧，就係我哋整體嘅一個主人房嘅一室區空間啦。咁可以見到啦，右手邊呢一個位置可以擺翻一排到頂嘅3櫃啦。咁啊，整體嘅儲存空間咧，亦都係比較豐富嘅。咁啊，如果嗰邊唔夠擺咧，嗱，其實可以見到呢一排嘅位置咧，就算擺放喺咗標準 size 嘅大床之後咧，呢一排延伸仲可以做一排櫃。所以咧喺儲存即係擺放我哋嘅衣物嘅呢啲儲存嘅功能上面咧，大家咧可以完全放心啊！咁啊，呢邊咧就屬於佢飄台嘅位置。嗱，佢御風做得比較好嘅係咩咧？佢整體嘅呢一種設計啦，以及佢嘅採光啦，係做得非常之靚仔嘅。同樣我哋嘅主露台咧，亦都係我哋東南嘅一個整體嘅朝向啦，亦都可以感受到咧，我哋呢一間屋嘅採光力都算比較光猛嘅。咁啊，呢個位置咧，到時亦都係需要交翻俾到大家自己去卜埋呢一個飄台啦。咁亦都係屬於佢贈送嘅面積。咁啊，全屋咧就係計埋佢飄台嘅費用啦，以及封窗嘅費用啦，其實咧都唔會話太大嘅一個成本啦，同埋咧，我覺得佢呢一間樣板間啦裝得都算比較靚仔嘅，有一種黑與白嘅碰撞嘅呢一種整體嘅感官啦。OK， 咁我哋嘅第一站咧就睇完啦。咁樣我認為咧，御風名門咧，首先佢嘅地理位置啦、實用性啦，以及佢周邊嘅一啲配套啦，亦都係算稱得上咧，即係比較好嘅一個屋苑啦。咁啊，我哋由呢度翻到港珠澳大橋咧，大概咧亦都係只需要12分鐘嘅一個時間啦。咁啊，去到商場周邊配套咧，亦都係大致8分鐘嘅。阿峰咧喺前幾期咧，亦都係有拍攝咗我哋嘅一個御風名門嘅精講啦。咁啊，如果大家感興趣嘅情況之下咧，亦都可以直接翻到嗰一集咧去睇翻嘅。OK， 咁我哋就話不多說啦，即刻出發去下一站。OK， 咁啊嚟到我哋第2站啦，呢一個樓盤咧，亦都係非常之賣得好嘅一個樓盤啦。喺上個月簡直就係殺瘋了。咁啊，呢個樓盤咧就我哋日進半島呢一個屋苑啦，距離珠海咧直線距離啦50米，步行咧就可以行到珠海啦。咁啊，由以往嘅12000蚊嘅均價咧，直降9999蚊。哇，咁樣嘅價錢買咁樣嘅地段，佢唔殺瘋，邊個殺瘋？我同大家介紹翻一個戶型先啦，110平方咧就做咗3房2廳2衛個整體 design 啦。而且咧做咗雙露台南北通 ，OK 入翻嚟咧，整體嘅一個過渡位置咧，亦都係唔遜色嘅。右手邊咧就係我哋嘅一個整體嘅一個廚房部分。咁啊，如果係110平方嚟講咧，呢個廚房嘅問題係咩咧？有啲細，同時咧冰箱
冰箱擺邊咧，亦都係呢一個戶型嘅一個缺點啦。咁喺廚房嘅缺點啦。咁啊3件套到時交付嗰陣時咧係冇嘅，唔緊要，阿峰全部送晒俾你。咁啊出翻嚟咧就係佢過渡嘅位置啦，提供翻俾我大家擺翻一排嘅鞋櫃啦，以及玄關嘅一個整體空間啦。咁啊亦都可以提供得到啦，即係儲物嘅空間咧，亦都係唔遜色嘅。咁啊下邊咧亦都係預留翻呢啲劇腳嘅位置啦，俾大家擺翻一啲日常着嘅鞋啦，或者係掃地機器人咧冇問題。一翻到嚟咧就係佢整體一個南北通嘅戶型啦，咁可以環視係整體嘅格局嚟嘅。咁我認為咧佢一個110平方嘅單位咧，佢嘅實用性咧亦都係比較高嘅喎。睇睇佢嘅餐廚嘅部分先，呢邊咧就係佢嘅餐廳嘅位置啦。咁啊其實擺圓台又得，長台咧亦都係冇問題嘅。咁啊好似佢咁樣擺翻個中島台啦，而且再延伸翻出一個長台啦。咁啊擺放咁樣嘅一個擺位之後咧，其實我哋容納咗4到6個人啦嘅走位都係唔會遜色嘅，個空間啦非常之充足啦。右手邊咧嗱，我哋嘅雪櫃擺喺出邊。咁啊呢一個導線咧就因人而異啦，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咁啊好似我屋企咁咧，我哋屋企嘅雪櫃咧亦都係擺翻喺我哋嘅餐廳嘅位置嚟嘅，擺翻客廳嘅隔離啦，咁啊就方便啦。夏天嗰陣時咧，我哋就喺客廳咧就方便攞凍嘢飲啦。咁啊其實因為咧，其實成間屋嘅呢一個凍線咧，亦都唔會話咁麻煩咯，所以咧擺出邊擺入邊咧，亦都係任君選擇，就睇大家點樣去設計啦。不過呢個戶型咧，呢個雪櫃只能夠擺出邊噶啦，咁啊亦都係預留翻咁樣嘅空間啦，俾到大家去擺放。右手邊仲有翻我哋嘅操作台嘅一個整體嘅空間啦，去俾到大家去擺放烤箱、麵包機、咖啡機等等嘅一種儲物啦。或者咧係作為餐邊櫃，亦都係冇問題嘅。咁啊嚟到佢嘅副露台部分啦，咁啊副露台咧係我哋嘅朝北位嘅。咁啊大家亦都係會問啦，點解佢會黐埋晒啲咁樣嘅膠紙喺上面咧？首先咧，我哋成個一個日進半島咧，佢係一個品字型嘅設計。咁啊品字型嘅缺點係咩咧？我哋呢一戶大面積嘅副露台嘅景觀啦，會有俾我哋前方嘅呢一戶咧會遮擋翻少少嘅。咁啊出邊咧就係我哋整體一個大門口嘅位置啦。副露台咧雖然係北向，同時咧佢嘅景觀都會差翻啲啲嘅，呢個就係好老實同大家去講。但係咧呢個露台咧嘅贈送嘅空間咧，亦都係比較多啦。可以見到咧佢係送咗一半嘅，咁啊到時亦都去作為封窗或者係唔封窗咧，睇大家點樣去選擇啦。整體個空間咧亦都算比較唔錯啦，去俾到大家去擺放一啲晾衫啦，或者係咧係我哋嘅洗衣機，亦都係冇問題嘅。OK， 咁啊就睇翻我哋嘅廳堂啦。咁啊廳堂咧同我哋嘅餐台咧就同等寬嘅，咁啊整體嘅開間差唔多都有4米，接近4米嘅整體嘅開間，咁啊其實佢呢個空間咧，亦都係唔錯嘅喎。咁啊出翻嚟咧就整體就係佢主露台嘅部分啦。咁啊主露台咧就係我哋嘅西南向，咁啊西南向咧就望翻我哋中間嘅一個園林部分啦。咁啊同以前嘅時間對比翻啦，其實佢中間嘅園林咧亦都係慢慢喺度建設緊啦、維護緊啦，同埋咧慢慢升級啦，同自己嘅一個園林嘅綠化嚟嘅。咁啊亦都係擁有我哋嘅唔錯嘅一個整體嘅採光面啦，以及佢使用嘅空間。同時咧亦都係送咗一半嘅。OK 啦，慢慢睇完動區之後咧，睇翻我哋嘅靜區啦。咁啊呢邊咧就屬於第一間房間。咁啊，第一間房間咧，空間亦都算比較唔錯啦，因為咧同時亦都係冇飄台嘅一個狀態啦，佢就將嗰邊嘅飄台咧全部剝晒，咁啊亦都係可以利用翻更加之多嘅整體嘅空間。對面咧就係我哋嘅客衞生間啦，咁啊3扇嘅鏡櫃啦，全部做好晒。咁啊呢一個作為客衞生間嚟講咧，呢個空間咧亦都係唔錯噶啦。再到隔離啦，就係我哋嘅長輩房或者係客房啦。咁啊，三邊落床位咧，輕輕鬆鬆，再加埋可以擺翻一排嘅3個係之餘咧，嗱，同時可以見到咧，飄台非常之薄身啦。咁啊，到時呢啲飄台咧，開發商幫你全部剝晒，咁啊，令到我哋喺房間入邊企腳嘅位置咧，會更加之多啦。最後就係主人房嘅部分。咁啊，主人房咧，同時個空間咧，亦都算比較 OK 嘅。畢竟咧，佢只係一個110平方嘅單位啦。咁啊，廳堂咁大嘅之後咧，其實佢房間嘅呢啲使用個空間咧，亦都唔會話遜色嘅。咁啊，主人房咧延伸翻到呢一度咧，就係步入式嘅衣帽間，大概咧5 set 嘅一個整體嘅一個3櫃位置啦。咁啊，入邊咧就係屬於我哋套廁嘅一個整體嘅空間嚟嘅。咁啊，其實可以見到咧，佢呢一個步入式嘅衣帽間嘅位置可以擺翻6 set 喎。6 set 嘅其實整體嘅儲物咧，亦都唔會話遜色嘅。咁啊，翻到嚟咧就係佢嘅一個套廁嘅空間啦，包括埋呢啲壁龕嘅位置咧，去俾到我哋擺翻洗面奶啊，或者咧洗頭水、沐浴露咧，亦都係 OK 嘅。咁啊，企缸嘅位置咧，亦都係 OK 嘅。我覺得佢呢啲使用率上面咧，我認為咧，亦都係算做得比較唔錯。同時咧，因為佢呢一個地點嘅一個原因啦，我哋50米嘅距離咧就可以步行到我哋嘅呢一個
珠海啦，同時咧去翻三號會員店咧，亦都係只需要揸車8分鐘嘅時間。咁啊，佢自己嘅呢啲樓下咧，對面咧就係我哋其他屋苑啦，叫做錦繡明珠。咁啊，亦都係發展得比較耐嘅一個時間啦。周邊嘅大商啦、商鋪咧，亦都係開晒業㗎啦。落樓咧，基本上粥粉麵飯咧，亦都可以任君選擇。再行到去嗰邊，再過翻大概咧300米嘅距離，亦都有翻一個麥當勞，嗰邊咧就係我哋熟悉嘅街景空城啦。啊，基本上咧落樓嘅配套咧，亦都算比較成熟嘅。咁啊，有翻宵夜檔啦，咁啊平時咧飲下咖啡啦，亦都係唔錯嘅一個選擇啦。咁啊，呢一個屋苑咧就假設到呢一度啦，咁啊，因為佢嘅位置咧就比較近珠海啦，咁啊現時咧去揀嘅單位咧，亦都算喺加推之後咧，亦都算比較充足嘅。咁啊，如果大家對呢個戶型亦都感興趣嘅情況之下咧，可以嚟到現場考察下嘅。咁啊，呢一 part 咧就唔囉嗦啦，繼續下一站。OK， 第3站咧嚟到我個人咧比較中意嘅呢一個樓盤啦，就係中澳春城啦。咁啊嚟睇翻我哋嘅呢個熟悉嘅老朋友啦，104平方嘅3房2廳2衛啦。咁啊整體嘅戶型格局啦，同埋佢嘅實用性咧，亦都係做得比較 OK 嘅。咁啊呢一個戶型咧 total 嘅總價啦，大概係140萬左右嘅。咁啊如果150萬咧，去揀翻呢一隻。呢一隻咧118平方嘅4房單位咧係150萬左右，不過咧係無批交付嘅。咁啊，如果想自己裝修咧，可以揀呢隻；想精裝咧，可以揀翻呢一隻。咁啊，同大家推薦翻呢一個咧，就係我哋104平方嘅一個比較傳統少少嘅一個戶型啦。整體一個樹廳嘅一個佈建啦，嗱可以見到我哋由門口嘅呢一個位置延伸翻到呢一度。都可以作為我哋入戶嘅一個鞋櫃以及玄關嘅空間啦。咁啊，所以咧呢一種實用嘅呢一種使用場景咧就比較豐富啦。咁啊呢一個戶型咧嘅改動之處喺呢一度就係我哋嘅廚房部分。咁啊到時正常交付嗰陣時咧，呢度咧係有一個我哋嘅叫做生活露台嘅部分。咁啊佢就將呢一個成個露台咧就通鋪咗出去咧，形成我哋一個半開放式嘅廚房啦。咁啊咁樣嘅一個好處係咩咧？令到我哋成個廳堂嘅感受咧，亦都會得到咗非常之多嘅一個提升啦，咁啊亦都去110平方咧就唔需要咁經常煮飯嘅情況之下咧，咁樣嘅改造咧亦都有翻佢嘅一個好處啦。咁啊冰箱嘅位置咧喺呢一度，喺邊度開啊？喺呢邊開，嗱喺呢一度，咁啊幫大家擺翻一個單開門嘅雪櫃。咁啊，我覺得呢一個戶型嘅好處係咩咧？因為佢整體嘅一種格局啦，做得比較方正嘅。咁我睇翻呢一個餐廳嘅位置，就係可以好似佢擺翻一個長台就得。咁啊，圓台咧可能就冇咁方便嘅佈局啦，擺翻個長台咧，應該會個佈局咧就會方正翻啲啲啦。咁啊，延伸翻到我哋整體嘅一個廳堂嘅部分啦。咁啊，廳堂咧同我哋嘅客廳咧係同寬嘅，整體可以做到3米3米半冇問題，因為除開呢一個電視背景牆之餘咧，3米半嘅整體開間咧，亦都算 OK 嘅。咁啊出翻嚟咧就係我哋中澳春城嘅特色之一啦。咁啊就係佢嘅露台部分。咁啊露台嘅贈送空間咧，亦都頗為之多，去贈送到5.5嘅整體一個平方數啦。咁啊呢一個使用嘅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豐富嘅。同時咧，佢贈送咗1/3個花池部分，可以令到我哋成個一個露台嘅空間咧會更加之大啦。咁啊朝向咧就係我哋朝南向望翻我哋中間園林部分嘅呢一個整體嘅設計啦。因為佢封完窗之後咧，我哋亦都係擁有270度整體一個3面嘅採光面。右手邊咧就係我哋珠海前山河之坦洲分流嘅坦洲情侶河啦。咁啊呢一個條情侶河咧，到時咧亦都係交翻俾到我哋坦洲市政府啦，同埋中澳春城兩者咧一齊咧去合資去打造呢一個我哋嘅呢一個整體一條沿河嘅一個棧道同埋跑道啦。咁啊，到時下邊咧，亦都係屬於我哋中澳春城自己嘅一條比較亮麗嘅一線景觀嚟嘅。咁啊，佢呢一個整體嘅佈局同埋空間咧都算比較唔錯啦，去將我哋嘅衫櫃啦，或者係在唔係衫櫃啊，洗衣機擺翻喺出邊咧，亦都係冇問題嘅。咁啊，呢邊咧就阿媽話今日落力產，聽日就做老闆啦。呢邊咧就係我哋整體一個洗手池嘅佈局。咁啊，就睇大家點樣去進行一個擺設啦。咁啊，其實中澳咧喺我哋今年咧亦都係咧收樓咗一個情況啦。咁啊，經過我嘅業主咧，咁我去睇咗佢間屋咧，整體嘅收樓情況咧都還算可以嘅。咁啊，亦都算我對中澳咁耐以嚟啦，即係佢嘅收樓嘅期望咧，都算俾咗自己一個答案啦。我自己亦都算比較中意中澳呢啲整體嘅設計啦，同埋佢空間嘅佈局嘅。呢邊就屬於佢第一間房間。咁啊，同時咧，我哋中澳咧都係贈送咗飄台，全部俾你 box 晒。咁嚟到我哋可以使用嘅空間咧，亦都係更加之豐富啦。對面咧就係我哋嘅一個
係咪新間啦？咁到時正常交付嗰陣時咧，瓷磚上牆係有嘅，不過咧就唔係呢一種紋路啦，咁啊就換翻個其他白色我哋嘅一個牆啦，係作為一個瓷磚上牆嘅。咁啊，整體個空間亦都算比較唔錯。隔離咧就係屬於我哋嘅一個兒童房嘅空間。咁呢間房間咧就會細翻啲啲啦。咁啊，因為咧我哋中澳40棟咧呢啲4期嘅產品咧，佢係板樓嘅設計。呢一間示範單位咧，佢嘅缺點係咩咧？嗱，呢一間房間整體嘅一個私隱性咧會差翻啲啲嘅。嗱，因為佢係板樓嘅設計，所以咧中間咧有一條咁樣嘅一個過道啦，咁啊亦都係大家要自己去裝翻一啲隱私性嘅上邊呢啲嘢咧，就係作為一嘅自己嘅隱私性啦。咁啊亦都係一個板樓嘅一個劣勢之一啦。咁啊雖然咧佢嘅整體嘅前後咧都係冇遮擋噶嘛，但係咧我哋會犧牲做一間房間嘅整體嘅隱私性啦。呢個咧就係主人房嘅空間啦。主人房嘅空間啦，三邊落床位咧亦都係輕輕鬆鬆嘅。咁咧同時咧佢冇飄台，而且咧我哋嘅朝向亦都係朝翻我哋嘅東南向啦，望翻我哋整體一個園林佈局啦。咁可以見到我哋嘅衫櫃就擺設喺呢一個位置。咁啊兩色嘅衫櫃咧就肯定唔夠啦。咁啊如果係唔夠嘅情況之下咧，去延伸翻出邊咧，整翻一個 L 字型嘅，或者呢如果係兩公婆退休度假嚟住咧，我哋可以犧牲嗰一間隱私性比較差嘅房間，作為我哋嘅衣帽間咧，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喎。入翻嚟咧就係我哋一個整體嘅套廁空間啦。咁啊套廁入邊咧嘅空間佈局啦，亦都算比較唔錯嘅。咁啊可以擺翻一個貴妃缸，或者咁啊佢就犧牲咗佢企缸嘅位置，就擺翻一個貴妃缸。咁啊就冇咩必要，就睇大家點樣去選擇。基本上空間亦都算比較唔錯嘅。咁啊中澳一直以嚟咧，亦都係秉承住咧露台大，咁啊同埋咧佢呢啲實用性咧，亦都係比較高嘅。咁啊自身嘅一個園林配套咧，亦都算比較充足啦。1期、2期、3期以及而家現時嘅4期啦，以及咧未來嘅5期咧，佢亦都係用翻呢一種唔同嘅風格嘅園林啦。咁亦都算佢自己一個比較獨特嘅特色啦。咁啊以及咧亦都係咧深受我哋嘅一個坦洲快線嘅一個整體嘅收視延長之後咧，佢一個整體嘅交通咧，亦都會得到大大嘅緩解嚟嘅。咁啊亦都算我哋坦洲4大金光之一個比較深受我哋港澳朋友作為後花園嘅一個屋苑啦。咁啊呢一 part 咧就到呢一度啦，我哋即刻出發去到最後一站。好啦，咁啊嚟到我哋最後一站就係我哋國際花城啦。咁啊同大家介紹翻呢個大家期望以待嘅138平方嘅呢一個超級大單位啦。咁啊亦都係我哋5期2區嘅呢一個產品啦。138平方咧，佢就做咗4房嘅一個設計。可以見到咧，佢贈送嘅呢啲面積咧就非常之多啊，可以俾到我哋使用嘅空間咧，亦都頗為豐富。咁我哋5期2區嘅產品啦，佢嘅名朵，佢嘅朵咧，亦都係比較有特色啦，就叫做香湖1號啦。咁啊入翻到嚟咧，就係我哋整體嘅一個佈局啦。咁啊先睇咗佢贈送嘅呢一 part 啦，呢個咧就係我哋嘅一個露台部分嚟嘅。咁啊到時正常交付嗰陣時咧，佢係冇風窗嘅，就大概係咁樣。咁啊呢一個風窗嘅設計咧，就睇大家點樣去進行一個 design 啦。可以作為一間陽光房啦，或者係入戶花園整體嘅一個鞋帽間嘅位置咧，亦都係冇問題。哇！如果呢一間房間奢侈啲，作為鞋帽間嘅使用場景去使用啦。哇！真係唔敢想像，因為咧佢呢一種全落地玻璃窗嘅一種設計咧，提供翻俾到我哋非常之豐富嘅一個整體嘅一種採光面啦，好正。咁啊呢間房間嘅使用場景咧，就交翻俾大家睇下點樣去使用啦。咁啊入門口嘅右手邊咧，就屬於佢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做咗3點式嘅。咁啊空間咧，亦都算比較唔錯啦。到時正常交付嗰陣時咧，基本上咧所見即所得，交樓咧就係如此。咁啊呢啲鏡櫃啦、洗手盤呢啲咧，全部都係做好晒嘅。嗱，呢一個戶型嘅亮點之一就係我哋嘅一個超級大嘅廳堂啦。哇！呢一個空間大概都有40-50個方，應該都唔止，大概60方嘅一個整體嘅開間。先睇到右邊咧，呢一個就係我哋嘅餐廚嘅一個部分啦。出邊咧就作為我哋嘅餐廳，咁啊空間咧就會可能遜色翻少少，但係咧我哋嘅廳堂咧就特別之大啦。咁啊呢一個戶型咧就可能適合我哋嘅無飯夫妻、唔煮飯嘅夫妻啦。咁啊呢邊咧就係佢整體嘅一個餐廳佈局，其實個空間咧亦都算比較 OK 嘅。咁啊如果係唔利用翻呢邊嘅空間咧，利用翻呢一個位置咧，其實咧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啦。長台、圓台任君選擇啦，呢一個空間。咁啊又翻到嚟咧就係佢嘅廚房部分啦。咁啊呢一個廚房咧，如果係對於咧
中意煮飯嘅朋友仔咧，呢一個廚房咧就真係細咗啲啲，小氣咗啲啲，就係一個 C 字形嘅設計。咁啊，對於138平方嘅呢個單位嚟講咧，呢個廚房咧就係佢嘅唯一一個缺點啦。咁啊，亦都係個老派嘅三味嘢啦。咁啊，到時雙開門嘅雪櫃咁大嘅空間，擠呢一度、呢度點擺都得，就睇大家點樣去擺啦。就呢一個空間嘅，即係大到咧，你想點擺就點擺，任你發揮。咁啊，佢就做咗南北通，而且咧雙露台嘅一個設計啦。呢邊咧就屬於我哋副露台嘅一個部分啦。咁啊，副露台咧就係朝翻我哋嘅西北位啦。咁啊，現時咧可以見到佢出邊嘅呢一個空間咧，亦都係贈送咗1/3嘅。咁啊，整體嘅一個副露台嘅呢個生活露台嘅使用場景嘅空間咧，亦都算比較唔錯啦。咁啊，可以提供翻俾大家係出邊咧擺翻啲家政櫃啊、洗空一體嘅洗衣機咧，冇問題。咁啊，轉翻過嚟咧就係我哋5.4米，大概5.5米嘅一個超級大嘅開間嘅大橫廳啦。哇！呢個空間簡直就係〜哇！我真係想象到，如果係將呢一個露台咧通鋪之後咧嘅感官咧，我覺得咧真係一定會非常之震撼。嚟到我哋主露台嘅部分啦，就係東南朝向個主露台。俾2秒鐘我哋欣賞下呢個大露台先。哇！呢個138平方嘅大露台，簡直就係誇張嘅使用空間，真係想象唔到。真係可以揀2間房出嚟，好似嗰種我哋上一期同大家去介紹嘅嗰個叫做人行濱海灣啦，163平方嘅大平層單位個露台都冇呢個大，現時只需要138平方 ，total 總價咧145萬。呢個大露台咧，你就可以拎翻屋企自己去使用啦。同時咧，佢贈送嘅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豐富嘅，送咗1/3。呢邊咧就屬於花池嘅一個部分啦。咁啊，入邊咧大概喺呢一個位置，亦都係有1/3嘅整體嘅露台空間咧，亦都係屬於我哋贈送嘅空間嚟嘅。所以咧，佢嘅實用性咧非常之強大啊！哇，呢一個露台咧〜我已經喺度幻想緊，到時通鋪封咗成一塊嘅綠地玻璃窗嘅嗰種使用場景啦。咁啊，東南向咧，亦都可以望翻我哋成個一個內湖嘅一個景觀啦，朝向好啦，景觀靚啦，實用性正。咁啊，睇翻佢成個一個棟區嘅空間啦嘅使用嘅呢一種面積咧，就非常之豐富啦。睇下我哋嘅房間啦，係咪非常會唔會好細咧？咁啊，呢邊咧就屬於佢第2間房間。咁啊，第2間房間咧，同時咧亦都係冇乜嘢飄台嘅存在啦。呢度咧就屬於佢贈送空間。咁啊，原本呢一個就係個飄台嘅位置。咁啊，到時發展商咧就將佢全部剝晒。呢間就係第2間房間，其實空間咧亦都算唔錯嘅，可以作為客房或者係兒童房嘅咁樣個使用場景。呢邊咧就係第2間房間。咁啊，第2間房間咧就連接翻我哋啱先嘅主露台啦。咁啊，整體嘅空間咧亦都算比較唔錯啦，擁有我哋非常之豐富嘅整體嘅一個採光面啦。最後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空間啦。咁啊，亦都可以見到咧現時嘅呢一種新規佈局嘅情況之下啦，嗱，擁有我哋270度嘅採光面，朝翻我哋東南向嘅整體嘅一個採光啦。咁啊，佢可以見到啦，我哋其實咧飄台非常之薄身嘅情況之下啦，我哋喺成間房間嘅企腳嘅空間啦，就會非常之豐富啦。咁啊，其實整體嚟講咧，衣帽間嘅位置啦，咁啊喺呢邊擺翻個標準嘅2米大床之後咧，佢喺呢邊間翻一個1字形嘅我哋嘅衫櫃咧，同時咧亦都係阻擋翻我哋，唔使阻擋喎，一翻到嚟呢邊仲有驚喜，因為咧佢做咗3個露台嘅設計，呢個咧到時正常交貨嗰陣時咧，亦都係一個半身嘅露台仔嚟嘅咧，就大概就係咁樣個情況啦。咁個風窗嘅設計咧就要交翻俾到自己去使用噶啦。咁啊呢一個空間咧可以作為我哋入戶嘅一個非常之正嘅衣帽間嘅位置。哇！真係呢邊咧擺翻一排咧半身嘅透明櫃啦，咁咧就唔會話有所影響我哋整體嘅一個採光啦。咁啊呢邊咧就係可以擺翻我哋嘅梳妝台，咁啊曬翻啲自然光啦、化妝啦，一定會靚過人哋嘅。咁啊呢個咧就作為我哋整體嘅一個衣帽間嘅位置啦。入邊唔夠擺，再擺出邊啦。咁啊再次嚟感受下個套廁嘅空間啦。哇！呢個套廁都零舍一大，左邊咧。真係簡直就係誇張，左邊就係馬桶以及企缸嘅位置，咁啊企缸咧就唔多展示啦，咁啊包括埋呢啲洗手盤啦、鏡櫃呢啲嘢，亦都係好閒嘅。最緊要係呢一個位置，竟然可以擺浴缸喎，而且咧完全唔使犧牲我哋企缸嘅位置可以擺浴缸。哇！呢一個138平方嘅戶型咧，簡直就係
非常之 crazy。咁 OK 啦，咁我哋咧4個樓盤亦都睇完啦，唔知大家會更加中意邊一個呢？咁啊，無論係揀翻日進半島啦、花城啦、春城啦，甚至乎裕豐咧，亦都有翻佢自己嘅一個優勢咧，同埋佢自己獨特嘅一個點嚟嘅。咁啊 ，total 150萬，唔知大家會更加中意邊一個樓盤呢？咁啊，去歡迎嚟到阿峰咧，直接嚟到現場考察嘅。如果咧都想睇，亦都唔緊要，阿峰咧有專屬嘅7人車咧，去喺香港咧直接接大家咧嚟到現場。OK， 咁我哋大致4個樓盤亦都睇完啦，就係嗰個説話啦，百花就入百眼，蘿蔔青菜咧就各有所愛，冇絕對好嘅樓盤，亦都冇絕對壞嘅樓盤，揀翻自己啱自己嘅一個樓盤同埋 style 咧就 OK 噶啦。OK， 咁我哋今期嘅分享咧就到呢一度啦。咁啊，如果大家亦都咁樣情況之下咧，聯絡阿峰去攞到更多嘅 discount 嘅，咁啊更加多嘅優惠咧，亦都可以嚟到現場再傾過啦。OK， 咁我哋就下期再見啦，拜拜。